Hello，各位 YouTuber，歡迎收睇我嘅新節目《汽車模型》嘅第一集。今集就講下1:43嘅1991年嘅呢個勞斯萊斯嘅，咁呢就係豪華房車，售價624蚊，而家喺 Shop Together 有得售。咁我仲有第二隻介紹俾大家睇嘅，咁我先介紹下先啦。佢係勞斯萊斯嘅，佢係用合成啲物料製造成為嘅，係1:43嘅大細係冇錯啦。咁我仲有第二隻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唔好意思，我唔記得話俾大家知，呢個係1991年嘅勞斯萊斯嚟㗎。咁呢，我而家仲有其他汽車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呢，呢個售價640蚊嘅1:43，1965年嘅勞斯萊斯，咁呢就係豪華房車嘅，就係 PHANTOMV 嘅豪華房車，咁呢就售價640蚊，咁就而家都係喺 Shop Together 嗰度售嘅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記住去 Shop Together買咯喎。我仲有第二隻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呢隻就係2009年嘅1:43勞斯萊斯啦，咁呢就係售價640蚊，咁就係 PHANTOM 系列嘅，咁呢就而家都係喺 Shop Together 有售嘅，冇錯啦。咁我仲有其他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呢，呢個呢就係1:43嘅1958年嘅勞斯萊斯，都係房車嚟嘅，咁就售價750蚊。咁就我仲有其他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呢隻呢就係1:43嘅2012年勞斯萊斯嚟嘅，咁呢都係豪華房車，售價750蚊。咁呢就係咯，而家都係喺 Shop Together有得售，冇錯啦。我仲有第二隻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呢，仲有一隻就係1:43 1991年嘅豪華房車，就售價398蚊，冇錯啦。我仲有第二啲汽車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呢，呢架呢就係1:43嘅99T 1987年嘅堅馬大賽我入邊嘅 GPS 車嚟嘅，售價599蚊。咁呢就係咯，冇錯啦。咁我仲有其他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呢，呢個呢就係一架卡力車嚟嘅，咁就係1:43嘅車嚟嘅，咁就售價585蚊。2013年井302，冇錯啦。我仲有其他車款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呢，呢個呢就係1:43嘅550 COUPE 1953年嘅呢個環美大賽井159啦嚇，冇錯啦。咁呢，售價就1660蚊嘅，咁我就仲有其他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呢，呢架就係1:43嘅寶珀 GT3 井72014 GT 賽事車嚟嘅，GT 冠軍㗎，呢架車就係售價就599蚊。咁我仲有其他汽車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呢個呢就係1:43嘅MP4 MP5 嘅冠軍車嚟嘅，係德國贏過冠軍嘅
本田洗地，咁咧呢架賽車咧售價就599蚊。咁我仲有其他汽車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唔記得講佢年份添，呢個就係1989年嘅，冇錯啦。我仲有其他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呢個咧就係1:43嘅1976年嘅 P34-4車嚟嘅，咁就喺西班牙贏過比賽嘅，就係試車嚟嘅。呢個就售價599蚊。咁我仲有其他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呢架車係1968年嘅雪佛蘭嚟嘅，咁就係1:43嘅車嚟嘅，咁就24小時漂盲賽，售價546蚊，咁就係咯。我仲有其他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呢架1:18嘅936井七，就係1996年500公里賽嘅冠軍嚟嘅，呢個就係咁咧，就喺冇錯啦，保時捷嚟嘅，呢個就係售價1699蚊。咁我仲有其他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咧呢個都係1:18嘅汽車模型嚟嘅，咁咧就係1991年贏過 CP 賽嘅第2名嘅，咁咧就係本田車嚟嘅，冇錯啦。我仲有其他汽車模型介紹俾大家睇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咧呢個1:18嘅 GT3 車咧就係喺呢個2012年嘅巴黎賽車就用過嘅車嚟嘅，咁就售價1899蚊。而家 Shop Together 有得售，冇錯啦。我仲有其他模型介紹俾大家，請大家稍後。咁呢架車咧就係 M8D 井二1971年用過嘅車嚟嘅，冇錯啦。好，我今日講住咁多先啦。大家記住上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呢架車嘅售價咧就係1109蚊。咁大家中意嘅話，記住俾翻個 like 啦喎。汽車模型第2集再見，拜拜。